全國港澳研究會早前喺北京舉行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最近重要講話精神嘅專題研討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致辭嘅時候提到，香港必須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夏主任表示，內聯係指必須搶找國家重大機遇，坐擁內地廣闊腹地同埋超大規模市場嘅優勢。而外通就係指香港要作為國家對外開放嘅橋梁同窗口，讓國家同國際接軌，順暢對接國際規則、規制、管理同標準。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機場城市，當中包括構建藝術產業生態圈、興建亞博館第2期、設置遊艇港灣同埋配套設施等等，預計2031年前落成。機場城市發展藍圖正正係強化內聯外通嘅好例子。機場城市地理位置優越，經港珠澳大橋就能夠連接到接近9000萬人口嘅粵港澳大灣區。舊年香港完成第3條跑道嘅系統建設，預期能夠滿足至2035年嘅1億2000萬人次旅客處理量同埋1000萬公噸貨運量嘅需求。香港國際機場今年內喺大灣區嘅城市候機樓將會擴展至30個，旅客可以預辦登機服務，然後坐客車或者快船直達香港國際機場登機。加上新海天中轉大樓嘅快船接駁服務，同埋港珠澳大橋嘅經珠港飛服務，大灣區嘅旅客可以享受無縫銜接嘅服務。當然，不得不提香港機管局舊年斥資大約43億元人民幣買入珠海機場35%嘅股權，加強港珠兩地機場嘅優勢互補。內聯工作密鑼緊鼓嘅同時，外通嘅工作亦都從未鬆懈。香港作為全球航空中心，喺協助國產大型民航機 C919 獲得國際認同、通航世界方面扮演重要嘅角色。特區政府舊年優化飛機租賃稅制，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曾經指出，喺一系列稅務優惠安排之下，飛機出租商大概可以將利得稅減少一半。唔少飛機出租商都表明，渴望利用香港呢個平台，把握日益增長嘅飛機租賃市場，咁樣絕對有助將 C919 推廣到世界。飛機租賃係國際業務，普通法係業內人士常用嘅法制。香港係中國境內唯一使用普通法嘅司法區，配合位居世界前列嘅司法同仲裁制度，讓香港成為協助 C919 爭取國際市場嘅不二之選。做好內聯外通係國家對香港嘅明確要求，社會各界都要努力將香港嘅金字招牌繼續發光發亮。香港全力推動機場城市嘅發展，透過唔同嘅內聯外通工作，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令我哋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更加穩固，令香港優勢不褪色、不閒置。